都有，现在有了，大家都有听到现在了，都有了。大家都有听到了。哦，刚没有是不是？对。没特别注意，其实。第一首我其实那时候我也没太注意。哦，那现在有了哈。现在大家认真听都听到了。认真听都听到了。好，因为贝斯的监听目前是说乐器拉比较大的了，对，因为再上去就会爆红了，就要爆炸了。建议大家还是换个耳机吧，耶、好。没有，还比这个更高。我唱，因为我刚刚试了一次，我不敢唱。高八太高，高八第一句还可以，第二句就不行。其实还可以啊。休息一下。
华语礼拜即将开始，请弟兄姐妹将手机关机或是关静音，预备心来敬拜。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天气也是如此美好。在连假，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热情，然后来荣耀神，欢呼神的名。邀请大家可以站立，可以用双手，可以用歌声来赞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这里我们一起欢呼他。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神的话语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语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惊喜，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耶和华所定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惊喜，我们称谢你。是我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惊喜，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在这耶和华所定日子，我们一起来欢呼他，赞美他。让我们再从头唱一遍。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
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是我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心之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哈利路亚！让我们掌声归给主，称谢主耶稣，因为主是我们的神。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是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是我们的安息。
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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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哈利路亚！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啊，在这条道路不是那么简单的走，我们都知道。可是主耶稣，你是唯一真神，你是指引我们道路的神。你赐下给我们的福分是如此的多，如此的满。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我们有时可能会冲太快，冲到不知道要看向你，反而觉得自己很孤独、很无助。可是你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当我们无助的时候，我们应当停下来，回头看望你，单单的来仰望你。你就在我们心中的那一角落的一盏灯，永远不灭的一直在我们心中照耀着。你是我们唯一的天父，你创造我们，让我们有许多条路可以行走，你让我们自由的去选择，当中可能遇到困难，可能被阻挡了，我们会失落。可是你也教导我们要去修复，要去学习如何修复自己的心。我们学习如何依靠你，能够坚强的站起来，再次行走在这条道路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这都是你所赏赐。让我们知道我们以神为乐，我们荣耀神的名，我们就能够开开心心的，这是你所看为美好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孩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时我们依然站着，我们还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现在奉献，我们请当班的同工。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奉献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来聚会。主啊，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你。
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在过去1个礼拜都能平安健康，也让我们看到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能够因为疫情的趋缓而开始增加活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求你继续保守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让我们能够远离疫情的威胁，让我们能够逐渐的开放我们的社会活动，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有更加平稳而安定的聚会，让我们能够让教会的聚会能够正常化。主啊，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现在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教会消息，疫情趋缓，仍需配合宗教场域防疫规范。礼拜取消分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用餐的时候仍需维持梅花座，所以我们的爱餐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开始啊。第二，请各团契会长于10月底前主持并完成会场干部改选，以利2022年度事工规划。第三，10月16号星期六下午4点召开长执会，请长执们留意。第四，下主日依长执会议决开放北中明志教会前来为其建堂募款，少众的少收，多众的多收，个人随心所愿，请预备自己所乐意的捐款，为国度的需要关心代祷。团契消息：10月22号星期五上午松年团契聚会，10月23号下午4点妇女团契聚会，10月24号礼拜天中午12点半情社团契聚会，主题情社与社青对谈，美好的传承。肢体消息：恭喜杨淑慧姐妹的儿子永信以及媳妇 Venti 夫妇喜获麟儿，愿主保守母体恢复顺利，婴孩健康成长。10月30号礼拜六下午2点，林文成之子林子琪和黄坤廷于西安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教界消息请自行参考周报，奉献明细也都刊登在周报上，如有错误或是遗漏的，请洽干事。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1章21到30节。哥林多后书11章21到30节。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1昼1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以上正道，今天的正道题目是为福音夸口。我们将时间交给一节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双十国庆快乐吗？很少双十国庆碰到礼拜天礼拜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父神，愿你的话语成为生命的粮，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满满的充满在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单单仰望主你的大能，一生一世为你来征战，来奔跑。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大家都不喜欢跟夸口的人，或者是夸大其词的人在一起，或者听他讲。一般来讲，对于夸口、夸大能够碰轰台语的碰轰，我们都觉得说是负面的比较多常常我们交代一个人办事情，他说：“牧师没问题的，这种事情小事交给我。”有时候我们是开玩笑，听他可能是开玩笑有时候是真的是对他真的是他有点碰轰，久了就会知道他这个人是不是夸大其词我想在我们信仰群体教会，或者你在身边，你有碰过很多同学朋友，一定是某一些人，你会觉得对他很不放心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一定的。但是那些人常常都让你很不放心。夸口的当中也有呈现几个问题。第一个是骄傲。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是成分虚假的，隐藏一些虚假的成分比较多，这是让人比较害怕的地方。我们看现在这个不管社会或者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常常看到，好像现在双十，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伟大的人物，有一些国家甚至独裁国家做造神运动。然后一些丰功伟业的事情，很夸大的一个事情。尤其是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常常夸口。牧师刚来建成的时候，我们前面这条马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坑坑洞洞，车子开过了，好像在船一样前几年立委选举的时候，那个里长来跟我讲说，牧师这条路你放心，我已经争取到要把它铺平。哇，他争取到铺平，哇，他真的是争取到这边，然后后面那块地他也争取到弄机车了让那个智能高中补校他们可以来停车了他也真的是去争取到他也是，但是人民不是政府的头家吗？那当然我也想有一些很夸大的，当然这当中本来就该做的事情。我记得几年前，7年前我们刚到深坑牧会的时候，那时候子爱读小学，然后深坑国小，现在大家都去深坑老街，那边有个地下停车场，上面就是一个公园。我就说子爱，你看不错，你恩典满满的你看你一来就有一个公园可是那时候也是大概选举的时候，就弄一个很大的环布某某议员这个公园是他争取的，他争取的，哎呦，真的。他有出半毛钱吗？我也蛮怀疑的应该是没有所以说，到处其实充满的夸大的言语，尤其现在我们看那个媒体一样媒体，我们像说这个疫苗也是嘛都会夸大，注射疫苗会怎么样夸大夸大。那也常常我们看到很多那个电视媒体夸大这个药或者保健品的疗效，甚至投资稳赚不赔。在很早期有一个投资公司我都没碰过大概是我们父执辈的碰过，就是宏源投资听说那个时候很多人跳楼很多人把他的那个退休金都压上去了，因为他都利息有好几10%可是后来呢倒了夸大的一个。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也是保罗要来处理哥林多教会有这样很夸大的虚假的一个事情。
当保罗离开建造哥林多教会一段时间，他离开，再往下一个旅程的当中，又有其他的使徒啊，保罗称为这个是超级使徒啊。保罗是在讽刺他们啊，他们讲很多保罗的坏话说保罗外在不怎么样，普普的然后言语粗俗，这些治病不凡的所谓的超级使徒，他们在夸口他们在福音上面他们的能力，他们成就，甚至他们为了福音，他们也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这些人在哥林多里面传的福音，却跟保罗是不一样。圣经上面有写，他们传不一样的耶稣，不一样的福音，甚至不一样的圣灵。11章1到5节也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竟然接纳了，哎呦！这些信徒他们没办法判断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吗？他们竟然也接纳的，因为这些超级使徒他们外在的，他们讲的东西口口是道啊，哇！他们接纳了，这是会让保罗非常讶异。我牧养你们那么久，教导你们纯正的福音，你们竟然接纳其他的福音，为什么？我想每个世代都受那个时代影响很大。哥林多城市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富裕的一个城市啊。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有钱的信徒，他们那时候就是很流行以貌取人嘛，所以他们常常凭着外在来决定一个人的地位身份，所以他们当然就很接受这些所谓的超级使徒这些超级使徒，如果用我们来讲的话，他是在讲台上他很有魅力，可能都是韩星呐韩星大概都180几像那个亚平这么高的180几这样很有魅力，口才也很好人言善道，他们很会讲，也会夸口自己的能力，吸引很多人去跟随他。但保罗却说，他们传的是假的福音，是错误的福音，是包装过的福音。他们并非是好的工人，就是上帝派出去好的工人去传福音的工人。保罗在这边，他用很严重的来斥责他们是属撒旦的，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指控，代表保罗知道错误的福音一步一步会带领人到往哪里去，那是很恐怖的。因为他们也是用这样的标准在评鉴保罗是不是真的使徒啊。保罗可能没有很好的一个外在，他也没有靠言语、靠知识来牧养他们。而且这些使徒他们将福音简单化，他们高举世界，高举人，高举看得到的人，而不高举看不到的上帝，甚至不高举苦难。保罗讲这些错误的福音，跟他所传的那个福音是完全不一样。他传的是那位经过苦难、死又复活的耶稣，是完全不一样的。如今哥林多教会，他们受他们的影响之后，他们不但不再信任保罗，甚至连保罗所传的，他们也就产生了疑惑。以至于哥林多教会就慢慢偏离基督的爱，就好像早以前蛇引诱夏娃离开上帝一样，而夏娃根本都没有自觉。今天的经文11章23节到28节是一段我们大家很熟悉，保罗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遭受的苦难。如果不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自己讲出他有这么多的苦难的话，我们在使徒行传其实没办法看到。我们知道保罗为了福音被关、被打、被骂被他们自己的犹太百姓来唾弃，但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其实都没有这么一段我们知道保罗竟然福音这么，他为什么可以为了福音承受那么大的一个苦难？这是让我们超乎我们很想象的。可是保罗在这边说，我不想夸口我的成就，我建造多少教会。如果要夸口的话，我要夸口我的软弱，我甚至愿意夸口我的苦难。我想从这边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保罗他
福音宣扬的决心是这么的强烈。我想这个牧师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其实这边的时候会对我非常的震撼。我自己又为了福音，我付上的代价有多少？当一个人他的爱有多深、有多高、有多宽、有多长的时候，他背负的重担就会有多重啊！我们说一个人爱有多深，担子就有多重。虽然我们在这边很多人都还没有为人父母，当你成为为人父母之后，你就知道，孩子常常你爱他很深之后，那个担子永远都在。我们这么说，如果保罗他的福音如果可以传少一点，他的爱可以少一点，如果这样子，保罗在世间上他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苦。他可能在某一个教会，他牧养羊群，他非常的开心。可是保罗他并没有这么做。如果真的是这么做的话，福音就不可能传到地极了。在座的我们现在一样，现在网络里面，生命永远没办法得到自由。我们常常说，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互为肢体，要彼此相爱，一体受苦，百体受苦。我们可能读就过了。但是我们难道有像保罗的那个决心，就是我们常常背负了宣扬主福音的重担在我们身上吗？我们有挂念教会，目前有哪一个弟兄姐妹他是软弱，他是身体病痛的吗？我们有常常提名替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代祷吗？我们甚至有在生活当中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容神益人吗？我不晓得大家在整个信仰旅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为了教会某件事情或者某个弟兄姐妹，让你吃不下、睡不着。如果我们连一样都没有的话，那可能我们在享受参与一个俱乐部，而这有可能不是教会，而你也有可能不是基督徒。今天的经文11章29到30节这么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夸口，就夸口我软弱的事好了。保罗不只挂念哥林多教会的事情，他挂念所有他服侍过的教会。如果他远远听到教会在福音上有偏差，他就非常的生气。他挂念整个挂心。我们讲说保罗你怎么那么容易生气？他的生气是有点恨铁不成钢啊！明明不是引导到你们这条正路，你怎么又偏掉了？那么容易就偏掉呢？使徒保罗为了要表达他对上帝恩典的回馈，他要求自己比其他的使徒的更认真的来工作，来宣扬福音。所以苦难，他是为了回应那些超级使徒，所以其实他觉得苦难不算什么，苦难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他更不愿意夸口他的知识、他的才能。保罗说，如果要夸口，他要夸口他的软弱。因为他知道，当他夸口软弱的时候，上帝的力量才会进到他的心里面，成为他生命刚强起来啊！牧师讲的现在这一段，前面你没有听也没关系，这一段是今天整个讲章里面的重点。保罗说：“当我夸口软弱的时候，上帝的力量就会进到我的心里面，我的生命得更新，我就会刚强起来。”保罗在讲这种力量的转移啊，力量的移转，从这一边到这边。这个也是保罗在强调的一个十架的一个神学。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世人看为是一个受苦的，是一个软弱的行为。但是在我们基督徒来看，却是不一样，那个代表很极大的力量。因为耶稣钉十字架，让我们跟随他的人可以得到救赎啊。耶稣的死带来我们的活，耶稣的贫穷带来我们的富有。所以当保罗软弱的时候，他觉得他软弱的时候，上帝的力量就进到他里面。当教会信徒
当教会还有信徒软弱的时候，保罗的力量也是这样，就流到他们的里面。教会信徒就怎么样？就刚强起来。保罗讲就软弱。谁软弱？我没有软弱呢？夸口自己软弱，成为保罗经历上帝大的全能。这个也是保罗传福音最大的一个秘诀啊！跟我们现在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建成这几年来也有发生许许多多的经历。我们弟兄姐妹陷入的苦难里面当中，不然是心灵软弱的、身体病痛的，但因为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不再怕自己的软弱，看自己的不足或者是困难。上帝的爱像炭火一样流窜在我们当中，我们的软弱反变成为彼此力量、帮助的来源啊！箴言书16章18节这么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的人高举自己，阻挡上帝的福音，阻挡上帝进入在他心里面。只有当人知道自己软弱，他才会想起上帝啊，不是吗？当我们软弱了之后，我们才会知道上帝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啊，随时帮助我们啊。牧师不敢期待你们24小时哦，希望上帝到你心里面啊。至少我们在社青分享的时候，有一些人分享说，我至少会把他当作女朋友一样哈，会想念他啊，或者是上班的时候想念他，下班的时候不想念他，那也没关系，那也没关系。真正上帝的门徒是在软弱当中靠主的刚强啊。所以保罗是在给哥林多教会知道，真正有权柄属神恩赐的使徒，他其实在对那些超级使徒来说，不是用这些夸口来控制教会，甚至来控制人而得到自己的好处。以前的哥林多教会是这样，也是给我们现在的教会21世纪的教会很大的提醒啊。不然我们的教会越走越偏啊！明年2022年就是马街来淡水150周年，这是我们北部教会很大的大事，也是因为福音传到北台湾，在座的我们都是福音的受益者。但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我们台湾渐渐失去早期宣教师为福音拼死拼活、无私奉献、宣扬上帝的精神。在看一些资料史籍的时候，想起过去的宣教师，他们透过他们母会、外国的教会，奉献金钱、奉献物资来到台湾。他们透过医疗宣教，他们到处盖医院、盖教会、盖孤儿院。甚至盖学校，为了福音可以生根在台湾，他们正是时候埋在台湾，因为说台湾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他们心疼台湾，因为上帝爱他们，上帝爱台湾这块土地，以至于他们用心像保罗一样，将纯正的福音带给我们这块土地。他们没有在夸口自己，他们只有夸口的是上帝。一节牧师神学院的许多的宣教师很少在夸口自己，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马约翰牧师，也常常跟我说，请我常常为他祷告，他也有许多的软弱。其实在我来看，他是他真的太强，不管任何的事情其实都很棒，我可以学习的老师，但是他竟然要我常常替他祷告。可能是这30年来吧，台湾的宗教世俗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到很多外面的宗教，
开始夸口他们的法师大有力量。透过媒体在宣传，在夸口，他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信徒。甚至已经是21世纪了，还有一些荒腔走板的事情出现，所谓的赞叹师父、感恩师父，有没有？你说牧师那些可能无知啊，你去看一下，里面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哦，你很难想象。他们去供养那个师父。当我们在笑别人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到，我们基督宗教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在发生。起因可能是说应该是说从长老教会开始，过分传统，整个台湾的教士往下落，所以就开始有要引进新的敬拜的方式像我们刚刚的那个敬拜赞美也是从那个时候引进来。台湾也有很多的牧者跟弟兄姐妹前往新加坡、韩国去取经，去学习他们增长的策略。为什么？因为相对于这两个国家，基督教的复兴让我们非常的羡慕。他们有超大型的教会，他们甚至有超大有力的牧师。学习是不错的，但是经过几十年来，的确有一些台湾有一些教会，他们真的是复兴的。但是牧师打问号说，在人数上复兴啊。我们台湾也创出了很多教会是有影响力的教会，甚至有很有影响力的一些牧者，所谓的大牧者。开始市面上也好多一些畅销的书籍出来，醒目的一个标题。你只要按照这么做，你教会一定可以增长。小组的策略，教会复兴秘诀的书本，一本一本的出来。牧师当牧师的时候，以前是做业务的，其实也很多行销的方式课其实也学了很多。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书房去看了一本书，它也是标题从10人到1000人的传奇牧师，哇，很吸引人啊！从10人到1000人的传奇牧师，我大概重点是看了10来页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有点碰轰。把这个牧师讲的，我就觉得跟上帝一样，上帝一样。我们也看到台湾其实现在有一些乱象，就是有一些人专门跟风，跟某牧者他的讲道、他的祷告，他觉得他比较恩赐，甚至供养这些牧者。最后牧师要讲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纯真的福音一定可以经过时间的考验。反过来说呢，如果是假的福音呢，它就会显露出来。就像夸口的事情、夸大其词的事情，只是没被发现。当时间久被发现的时候，原来这个人都是讲假话。当整个教会在过度高举人的时候，我们要请名人来讲座，名人来做见证，透过名人来宣扬福音，带领人进来。我们过度在高举人，我们过度在追求教会的复兴、成长、受洗的人数，过度在那些数字的时候，而却不是夸口福音、夸口上帝、夸口上帝在我身上的爱的时候，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当传错误的福音的时候，杀伤力是很恐怖的。为什么保罗会用那么严格的语言的话说，就是像撒旦一样？不管是长老教会，还是其他的教派，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路越走越偏，许多的教派争夺权力。有许多的教会分裂的，甚至我们很多知道很多台面上的所谓的超大教会，
超大的牧者，因为金钱，因为权力，因为情色，而让许多的弟兄姐妹跌倒。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保罗，我们要夸口我们自己的软弱，而让上帝的灵、上帝的大人护庇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尽忠的一个门徒。我希望哪一天，很多人说建成教会怎么样？是夸口建成教会有上帝在我们当中，夸口建成教会有爱在我们当中，而不是夸口建成教会有怎么样的牧者，以至于他们教会复兴，或者建成教会有怎么样的小会员，或者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要常常夸口我们的软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上帝的力量就会进到我们里面，上帝的爱也会带来医治，带给我们盼望。求上帝掌权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光，在地如在天，让我们能够看到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降下同在，在你赐名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赐名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安。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愿你的光常常照亮我们，让我们那一颗刚硬、顽梗的心来离开我们，让我替我们造一颗新的心，是一颗柔软的心，也帮助我们常常夸口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软弱，显出主你的刚强。愿主你的大人常常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带领我们走过生命的死荫幽谷，也让我们如同保罗一样，在他有生之年，纵然遭遇了许多的苦难，但是他担负的责任一样没有减少。也求主帮助我们，如同早期这100多年来许许多多的宣教师一样，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永恒的一个盼望，以至于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将我们一生献给你。求主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来为主发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唱最后一首诗歌。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亮就会亮，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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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亮，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